新竹市建成187年，是北台湾建筑建成的市镇，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讲到新竹5位面多嘛嘅呢？一群清华大学的学生嘅进嚟建筑工作室，一步一脚印嘅行过新竹市嘅大家路细巷嘅，同伊能发现嘅好素材，行过大家可能唔知嘅新竹，如下入伊能发行嘅公园堂，一个菜地草籽地图。当然，伊能也认真按你看到嘅新竹更加多嘅问题，行过新旧之间嘅矛盾冲突。伊能发现新竹人嘅收入讨运下来系全国前高位。不过，历史文化资产沙屯市民，以像因来因无关系那样的哟。故所以能睇 Q 上去有一只点，也透过奇妙简单的方式，带能大家认识新竹。伊能相信，是由大家开始讨论一个为数，新竹能有可能改变。贡丸汤是一个你可以在新竹常常找到的一种小吃，然后它看似随手可见，看似非常的习以为常，其实它都可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让你找到，然后温暖你。那我们发现说文化也是这样的东西。地方嘅都市冲突来来去去，如清华大学嘅学生嘅整个建筑工作室团队就开始第一次可能连新竹人都唔是组织过嘅新竹，还用共认同嘅案名发行彩体杂志。东门市场，我觉得算是就是新竹整个发展的缩影吧。就是它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大的市场，那其实也是以前的商业中心。东湾市场是就东河嘅公园，虽然两下依度谈呢都冇做生意的，佢哋新竹嘅发展历史好，还系到处绕街。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被淘汰的商业模式而已，它其实还有很多宝藏在里面，让大家带着我们的贡丸汤来到东门市场的时候，不只是买东西而已，它是知道这些店的故事，然后会愿意跟老板聊聊天，聊聊说这边的发展。老市场也有新年份，也是2年就对后生嘅艺术团体落来，你也看到新嘅机会。所以市场居民没有跟你们提过，就是他们想要用这里的空间做什么事情？没有提过要用这边空间做什么，可是他们有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这边可以怎样会更好。唔卖菜唔卖肉，他那变做东港东浪了解展览空间。所以上面多大？比1楼还小。比1楼还小。对。所以这一间你们的前一个使用者，他是把这里当什么？前一个好像是有做过蛮多的，有服饰店，然后也有我们隔壁的那个做编织的阿姨。所以它本来就是2层的结构。对，这边市场都是2层的。哦。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也不是新竹人，但他们愿意在新竹的一个旧的地方，然后进驻这里，就代表是一种我对于我的生活，或者是我对于我生活的方式、我生活的形态有一种肯定。其实我们很难讲说东门市场到底整体来说要做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让年轻人进到这边跟旧的商家有关系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可能出来。老市场落红嘅还有老三亚。因为它要撑住上面，所以它下面必须要木质化来撑住它，所以它下面的髓心很细，上面的髓心因为它很薄，它还没有木质化，所以上面的髓心就会比较粗。清朝开始发草垂新竹其中一项出绕三亚，是系人也做出老嘅天表体。那通的好的，它的差别在哪里？通的好，因为它这样子打，它那时候湿湿的，它这样打，如果你一打，它就跳出去，就不会挤压到我里面的结构。落花草做选花草纸，落啲颜色掉起来，就做为出各种看起来从物上改化。民国30、40年，还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在从事这个行业。那根据文献上，他是说新竹有8户人家，就有1户人家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就是新竹这边的通草品质非常好，那从中国那边招募了非常多工匠来台湾教导大家如何制作通草纸。那这样的产业一直发展到日治时期算是最高峰。
行业从研究人个冇盲人哋嘅社紅額度，或記者法，見證住因想做上唔到嘅食量啊。所以现在有什么限制吗？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是？比如说新竹的艺文的人口到底 OK 多不多？希望可以透过艺文活动，就是把艺文活动引进新竹，然后来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呢係一件用羅富貴做嘅咖啡堂，也係藝文展覽空間。在新竹其实找不到其他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地方，然后有很多独立乐团的表演啊，或是特别的展览的活动，但是很努力的在维持一个让新竹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看到这些演出，不用跑到台北或台中。以这个新竹的城市的规模跟人口来说，百货公司的密度算是全台湾来讲，应该是非常算是很数一数二高的地方。对，所以从这个大概就可以看得出端倪啦，就是大家对这个城市的市民，就是对于艺文活动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视。新竹係一個人民上市，附近某啲嘅概念比例高，對新竹兩下嘅前景和發展，上下唔係同關係。科学园区带来了大概15萬的工作人口，然後再加來到新竹的6所大學的學生，那其實加一加大概有20萬人，但是其實新竹的戶籍人口大概只有40幾萬。沿着科學園區清交大，它有一個生活圈，然後跟新竹的鐵道以西這個舊城區，其實它是另外一個生活圈，然後其實這兩個生活圈就開始有一個斷裂。唔准嘅前期對上市嘅發展唔好，建築工作室上咧，運用辦老兩條新鮮發現嘅嘢，例如新奇嘅方式來了解橋上期，甚至乎來橋下討論了解了解上市會面對嘅問題。譬如說觀光局或文化局，它會出刊物，對，但是其實長期來說，那些刊物都是流於店家介紹性質。但其實我會覺得說，其實新竹有很多公共的討論一直沒有起來，就是包含行人空間的討論。包含舊城區的停車的問題，那譬如說文化空間逐漸消失的問題，那這些問題之所以沒有辦法被討論，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好的界面，是可以真的讓這些故事被認識。佢哋認為新竹乜難度係保，三個係愛曉得講古嘅嘢，留幾個好講出來，對大家有興趣嘅主題來開始，對前拍嘅帶到核心嘅來思考。我們第一看的時候有各個族群的美食。但其實我們就是想要去呈現說，你新竹有這麼多好吃的，那你有想過為什麼這一些食物會進到新竹嗎？其實就是因為新竹有很多元的族群，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是由淺入深，就是說你不可能全部都談很硬的社會文化的議題。少嘅一個點題，特區用某區用嘅主題來規劃，為了新竹嘅股連連起來，從係提示起嘅新竹物嘅貴素材，按用嘅標題可能以冇注意下處建起來，很許多都生氣。就有可能你看到一個很驚奇的東西，你會說哇，這是什麼鬼東西啊？然後或者是這個地方真的很爛，你就會說哇，這是什麼鬼地方啊？其實很多在新竹工作啊，或者是學生啊，他們其實來到新竹都會覺得新竹是一個鬼地方。採訪街下都好係橋立青嘅，除了佢留上風苗做重要嘅抗議，未圖令大家以前不應添用體界文化資產，還有街道是當顯實際嘅用街坊嘅素材，尚未調出透過嘅選擇。這些廢墟遺留下的痕跡，然後去看這些人他們生活當時的樣貌是什麼？那這些地方為什麼會被遺忘？為什麼沒有人在那裡了？那這些地方為什麼變成了一個鬼地方？其實很多人就是包括我們自己都有點擔心說，新竹市其實很小，我們會不會一下子就寫完了？但其實我們發現說，每一期用不同的眼光去發現這個城市，其實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我們其實也有遇過一些讀者覺得說新竹又沒有什麼，那到底為什麼我要買一本介紹新竹的雜誌？但是我覺得我們有另外一個有別於在地新竹人的視角，是可以去挖出一些在地新竹人覺得習以為常，但其實它背後有很深厚的歷史故事。
就係深入探訪，就係發現咗講唔睇嘅股。去年4月，記得喺那啲北門街漂嚟一間90年嘅老個女酒店，老千一個經營者家族嘅中風，曾經呢走前靠牆牆，為第二個老個展現出經驗才嘅容額。2樓的前面靠窗的地方原來是一個神明廳，然後這裡有2間房間。那後來我們把隔間都打通了，然後開成像這樣，讓大家可以上來，然後席地而坐。然後可以辦辦講座。這裡的店家好像常常會覺得有很多大學生來這裡就是查研究資料，那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覺得說，哎，那我外面都有一些告示牌，你直接出去抄就好了。在真正進駐之後，再去做訪問調查的一些內容，我們也覺得更深入。其實我覺得就是有非常多生活的細節，是你必須真的就是在這裡扎根，然後就是才會發現的。越往護城河那個方向走，就是越日本，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日本的街屋，然後後來會看到市政府，所以大致上是一個城市照時間上面發展的一個過程，這樣子。唔但強如溫室，讓小女記留新竹，記得海納設計的兩條投籃路線，土地民主、健康、健康新竹。然後以前這裡還有最早的土地公廟，也是在這個位置。那這裡的水池，為什麼我剛才會說它跟新竹之所以發展非常重要呢？那是因為以前認為這裡是一個非常好的風水的穴位，叫做鯉魚穴。雙方廟係大家下啲嘅，5個廟頭前嘅2撮鐵票，本地也有幾個股，海納會對新竹有海納深嘅了解，希望成路個做5位政策。就是這一條路我們會稱它叫做塞高行。那為什麼叫做塞高行呢？就是因為當時在農業時代的時候，會有牛車，就是挑着水肥從這邊經過，是整個桃竹苗都是以新竹為中心，所以這邊的竹器就是竹製店呢，其實很大的提供了這個區域所要買的農具啊，還是說要買這些竹製品啊，就會來這個地方買。其實也只是可能買衣服、逛街那種，然後你不會真的對這個地方有什麼了解。然後就今天聽完這個導覽之後，就是我才發現，就是其實有很多東西是跟我們歷史課本上有連結的。之前可能有聽過一些街道的名字，比如說知道城隍廟附近很熱鬧，然後知道北門老街很有名，可是就沒有好好知道它的歷史和整個那個脈絡這樣。然後今天就是經由監獄工作室的導覽，然後就是可以多認識一些東西。像監獄他們在辦的一些活動，就讓我們可以有機會說，可以有更有系統的、更完整的去認識，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看到的那種新竹。對，就趁它還沒被拆光的時候。新竹是一座老城，就是一個古都，但是很少被大家用可以被認識的方式去介紹它，就是可能會有很多的文獻調查，然後會有很多的歷史文獻，但是可能都會有一點門檻。然後我們想要用門檻比較低的方式來讓市民或者是想要認識新竹人可以很快的進入到這邊。幾種認為，所以大家在討論嘅是來講兩個城市，第二個城市早就可能改變。大家現在來討論新竹，可能都是會有一些生活上的抱怨，但就是因為大家不夠認識新竹，所以就只能停在生活上的抱怨。就如果大家可以理解了新竹整個城市的脈絡，然後理解它為什麼會變成現在今天這個樣子，他們就可以來決定說什麼東西是應該要可以改變的。越來越多人投入舊城區，那其實舊城的文化會活絡起來，然後別的區域的人、別的生活圈的人也會願意進到新竹的舊城去認識這個區域，這樣。本雜誌從看嘅條蛤蟆，記得係簽土地書店，一件去大俠。去年開始喺苗栗書店賣，兩下連日背香港嘅書店也都有，普實普挑，進駐橋上去大肚腩，來新竹嘅文化苗栗聯絡起來，也落下到嘅連結起來。新年為2年嘅團隊，繼續地提供建議，關心新竹嘅文化老商城議題，望令新竹為海納好，為係一屆因為成為天堂下來，榮幸品味嘅素材。